点到3支紫色的蜡烛。点到3支紫色的蜡烛，象征着宣告喜乐。咱用坚定的信心来听候主耶稣过来。宣调，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永直直。为着耶和华的慈爱，甲伊对世间人所行的奇事，愿人拢学乐意。即时，咱来吟圣诗，新诗139首，旧圣诗104首。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救主耶稣基督，救咱脱离罪恶，怜爱的心比爱他深。第二届，那为着咱你要骗我上，无论地顶地上甲地底，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伊的像，毋通敬拜伊，也毋通膜拜伊，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断无用本用别个上帝匹配我，万无我的，我为着伊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听我受我改变的，我是阮互伊到千代。第3届，咱赞唱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咱赞唱伊的名的，耶和华对他无量，伊罪无罪。第4届，安息日，守节做圣，咱历代应该着活。
工，独独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即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老母、女儿、前生，以及踮你中间的厝仔人，一切工拢毋通做，因为历来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中间万物，第7日就休，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设立伊做神。第5届。要好平安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到福乐。第6届，毋通害死人。第7届，毋通掠干净。第8届，毋通偷窃。第9届，毋通做对干净和害你的厝边。第10届，毋通害你的厝边的厝，也毋通害你的厝边的屋。老伯、女儿、牛、驴，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请坐。启应，咱做伙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44篇。伫个信息的后壁面，还是咱来看头前的投影。我来启，请兄弟来应。恁的上帝讲。要安慰我的子民，要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的罪责已经很清楚。有啥话讲？就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逐个山谷拢要吞互阵，阮活的要解互直。上主的荣光一定显现。一声，上主有安尼亲嘴宣布，有啥讲，你着宣布。就讲人拢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一声，咱拢真正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报好消息，互锡安的人啊，着上关山。着大声喊，毋免惊。看，至悬的上主要带大款灵来临。看伊。抢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一声，伊要带遐个予羊仔树林的羊母稳稳啊行。请咱同心额头来祈祷。至悬荣耀的阿爸爸上帝，阮要学罗你，你是至悬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感谢你的保守甲看顾，感谢主耶稣的大疼痛，你为阮世间人来出世，是价顶宝血的救赎。互阮对罪恶中来得到讨白，通甲上帝结连。虽然生命中会拄着恶伫担当的事，总是阮要因为有主来欢喜。求主坚固阮的信心，救阮脱离歹代志。因为你是阮的气力，阮的诗歌是拯救阮的。阮若倚靠你，就会得到帮助。求你
互阮伫个每一日的灵修、读经，或是祈祷，来甲你相沟通，帮助阮将你的话语安安藏踮伫心内，诚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带阮行正确的道路，无得到有歪错。怜悯宽容阮的主啊，求你赦免阮拢总的罪过，无论阮有意无意所犯的罪，或是有无好的念头，拢求主来赦免。求你清起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会当专心来倚靠你，来搬过一切的艰难。伫你的内面，阮的心要得到真正的安息、平安甲喜乐。听阮的天父，阮甘心伏拜伫你的脚前，求你施恩赐福互阮。伫礼拜中，通得到你丰盛的大恩典。求你开阮的耳，使阮有受教的心来领受属天的美粮，互阮的灵命得到把助，性命长大结果子，诚做顺探主教导有福气的人。但阮安静心，要用心神甲信息来敬拜你，恳求圣神运行伫阮中间，引带带领。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仰慕交托互主，恳求主你来伫阮的中间引带阮，让阮的敬拜诚侪芳芳的祭，受你来感动。阮安尼感谢、祈祷、恳求，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学乐，咱请社青团契来学乐。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你在这里，咱请社青团契。期盼遇见你。
咱感谢社青团契用遮尔啊轻快的歌来学乐，耶稣伫遮，喜乐嘛伫遮，愿荣耀归于阿爸爸上帝，强守上帝的话，咱来掀开圣经，以赛亚书12章第1节到第6节。伫个大字汉语本759页，好，请咱斗阵来读。到迄日，你要讲耶和华啊，我要感谢你，因为你虽然捌受气我，但你的受气已经你要安慰我，看上帝是拯救我的，我要倚靠伊，也无惊。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快乐，是我的诗歌，伊也真做拯救我的。恁要对救恩的水泉欢喜来唱水，伫迄日恁要讲，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将伊所行的报扬伫列邦中。讲起伊的名，已经受尊做完。愿恁着学乐耶和华，因为伊所行的真显现。愿即个代志片段伫天下，锡安徛起的百姓啊，恁着出大欢喜的声，因为以色列的圣者。伫恁的中间最大。以上，愿上帝祝福互听伊话、照伊话来行的人。讲到咱今仔日请牧师为咱来讲到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喜乐的宣告，喜乐的宣告，咱请牧师。你买当戴口罩。讲道这样下面，哎，咱三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搁来一摆要对你的话三较实。主，看到你的话，真是阮生命中最大的帮助。不但伫阮所行所做，也是阮甲你中间即个关系，拢会当得到你的欢喜。主，阮的上帝，看你来带领阮、帮助阮，看你会当互阮伫即个时用心用神，伫遮来敬拜你，尊叹伫你的话。阮伫遮要开始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这台平安。今日是大讲的第3主日，咱点到。咱点到第3期的即个知识啊节，伫遮上顶是宣告甲喜乐。听兄姊妹，主耶稣的救恩已经临到，怎样会欢喜咧？互咱同齐来听即首的诗歌，奇异恩典咱只是来听到3分钟外咱安静来听电火拢甲关起来来。恩典何等甘甜，莫醉的赦免，牵我世上。
基温典河顶甘甜，我做已经写免。今仔每一摆咧听即首的诗歌的时，其牧师的心总是深深感受到真大的感动。特别是即个大讲节的第3主日，咱爱伫遮大声的宣告，上帝救恩已经临到罪人心上的即个喜乐，以及蒙恩罪人的大欢喜。兄弟姊妹，一个当互天顶的使者，甲敬畏上帝的人，拢欢喜快乐的代志，就是啥物？就是罪人会当悔改认罪，伫耶稣基督内面，真做新创造的人。这基恩典这首的诗歌作者约翰牛顿，伊原本是一个真狂妄的无神主义者，冷血的人，特别是非洲这黑人，总是上帝的救恩。当上帝救恩临到伫伊的身上的时，伊就对一个亵渎上帝的无神主义者，变成做救灵魂的传教者，对一个买卖人口、冷血无情的即个买卖奴隶的人，变成做一生努力，伫遮要来废除即个奴隶制度的领导主义者。即个约翰牛顿，伊出世伫1725年，差不多伫1725到1807，出世伫即个伦敦，英国的伦敦。伊老爸是一个海员，老母咧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老母非常会疼囝，所以万即个囡仔，伊会当接受真好的教育，期待当栽培伊，成做一个传教者。老母常常为着即个心愿，迫切伫遐来祈祷，为着即个囡仔来祈祷。也伫即个囡仔细汉的时，就伫遐常常教导伊读圣经、背圣经、吟诗学乐，总是真不幸。伫囡仔7岁的时，伊的老母伫遐因为重病来过身。老母过身了后，老爸因为是军员，常常爱出海伫遐来工作。即个细细的即个约翰，伊就被送去到即个寄宿的即个学校。2年后，因为领受袂掉即个寄宿学校非常严谨的即个寄宿生活，因为学校伤严，所以无法度伫遐呐来读册甲生活。离开学校，11岁时，即个约翰就甲伊老爸上船过了即个军员的生活。后来伊受调做兵，到伫伊退伍，伊伫一台即个买卖奴才奴隶的即个船顶底下来工作。当年即个买卖乌路的所在，拢伫非洲一带。无到20岁，就已经染上军员所有歹的习惯，食啉嫖赌、奸诈欺骗，无所不为，过着道德极其败坏、非常放荡的生活。特别买卖奴隶，后来也互人卖去做奴隶，成做奴隶的奴隶。所以伫遐受尽了虐待甲折磨。好佳在，伊老爸知影即个消息了后，伊就赶紧找人去救伊，才互伊重新得到自由。1748年，伊重新得到自由的即个约翰牛顿，伊对伫非洲要转去到英国，伊只船，特别迄个船的船长。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伫即个船顶的顶面，伊伫遐来传福音。伊伫船顶，伊读着即本叫做《效法基督》的即本册，伊哪读哪受感动，伊伫遐来回想伊家己过去败坏的生活。突然间有一个想法，
浮现伫伊的脑海中。伊讲，如果这本册所写拢是真的，万一伊的老母所教导伊的拢是真理，那呢，我应该就怎样？伊伫遐咧思考咧想，伫遐咧思考咧想的时，伊就开始伫遐啦，用祈祷来祈求上帝怜悯，向上帝祈祷。伊伫遐讲：主啊，我现在一无所有，求你施恩互我，救我脱离这个黑暗的日子。无拍算，上帝既然听伊的祈祷呢，1748年3月初10，半年突然间啊，江风大作，死亡的这个威胁临到伫伊的眼前。伊伫遐赶紧向上帝呼求，讲：上帝啊，求你救我！如果我能当平安得到救，我要永远做你的奴仆。第二章，哪像西门彼得，当伊伫即个水面伫遐要沉落去的时，伫遐呼叫主啊，救我！即种会感受的时，主耶稣将彼得扭起来，同一样。迄一日，遐牛顿也脱离了即个风暴的死劫。伊明白是上帝的手抓着伊，对打了后，伊永远无法度记得即一日，就是扭转、改变伊生命的即一日。所以，当伊的船到目的地以前，伊将家己完全奉献，互耶稣基督。后来，伊就去读神学院，成做圣公会的一位牧师。就伫老母过往了后30年，老母为着伊祈祷，老母的期待果然伫遮来成就。所以，现在这个祈祷有重要无？非常的重要。其咱咧感觉咱祈祷敢若无力，不要紧，是毋是啊？上帝讨开拢会当应允帮助伫咱的祈祷中，所以祈祷是非常的重要。现在既然转来咱今日所读的这段圣经节，以赛亚书12章1节到6节，这是一首称谢耶和华的诗歌，伫遐称谢耶和华救恩的诗歌，也是一首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诗歌。诗歌的内容用迄个到迄日来分割两段，到迄日是怎样的日子咧？无所以伫遮认为到迄日是上帝救恩临到伫世间大欢喜的日子，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体，带伫咱的中间。主耶稣已经降生，上帝甲人同在应允，已经伫遮来成就。到迄日，会当讲是个人蒙恩得救的日子。我毋知咱现在这个蒙恩得救的日子是倒一日？当你伫遐甲上帝相拄的迄一日，当你受感动的迄一日，当你伫遐深深甲上帝相拄的迄一日，这受主耶稣成做你生命的救主的日子，倒一日？我说毋知。但咱真清楚，迄一日就是你甲上帝相拄的日子，就哪像这约翰牛顿共一样。迄一日，以赛亚书12章1节，安尼甲咱讲，到迄日你要讲，耶和华，我要感谢你，因为你虽然捌受气我，但你的受气已经煞，你也安慰我。兄弟姊妹，人是真实会去体验着活着，就体验着生命中种种的酸甜苦涩的滋味。咱一定有欢喜，有快乐，当然也有悲伤，也有痛苦。请问，伫每一日的经历的中间，你是家己一个人孤孤单单伫遐来过，也是你能感受上帝伫遐甲你做伴的？当咱也未拄着上帝，
还未甲上帝相拄以前，咱常常是家己爱怎样过，就怎样过。咱做家己爱做的代志，掠家己是咧真正的享受咱的人生。总是回头一个看，其实咱是咧享受做中的快乐。容易上帝互咱最宝贵的性命。这就约翰牛顿，伊伫咧接受耶稣以前，伊是一个啥物？人讲人渣，还是无赖，是啥啦？社会的败类，总是向伊姊妹，人生是一条路，你只敢会当继续向前行，你无法度倒退转去。咱拢无应该活伫过去的失败、反悔、甲怨恨的中间。虽然咱无法度改变过去的失败，总是咱的耶稣基督会当。使徒保罗伫遮讲，老人伫基督的内面，伊就是新创造的人，过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成做新的。这样一首的诗歌所甲咱讲的，讲奇妙奇妙真奇妙，一只呐毛虫变蝴蝶，奇妙奇妙真奇妙，一粒麦仔变大树，耶稣保惠有能力，互我罪人得性命，奇妙奇妙真奇妙，一个旧人变新人。兄弟姊妹，咱无法度明白生命所蕴藏的奇妙能力，总是创造生命的主，伊知影。当咱回转意过去，因为咱无认捌上帝，得罪上帝，伊拢要赦免，并且是界定的即个疼，会将你安那，甲你包围保护。正像先知所讲，你的受气已经散，你也安慰我。正像约翰牛顿的老母，对于宝贵的囡仔，伊怎样会疼惜，又怎样会期待？而咱的上帝也对咱有同款的疼惜甲期待。上帝期待咱会当活出真正的款式，总是咱却为了享乐，有时会出卖灵魂。直到变成做撒旦的奴隶，活伫见笑、失败、软弱、败坏的中间，甚至比未做奴隶的约翰，伊所感受到这个受尽的痛苦甲折磨了后，伊才想起家己的罪，想起细汉的时，老母迄种温柔、慈爱，以及伫咧所背上帝话。甲伊伫遐所吟的诗歌，所以当伊伫人生最艰难、痛苦的时阵，即个疼深深安慰伊，也感动伊，保守伊，也带领伊转来到上帝的身躯边。迄个时，伊才知影，伊才知影讲，看上帝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伊，也无惊，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气力，是我的诗歌。伊也诚侪救我的，以赛亚书12章20节，这真是甲上帝相拄的人，伊对伊内心真诚的告别。兄弟姊妹，刚才你会讲，我才无亲像即个约翰牛顿遮尔歹，迄种那黑白来的代志，我一项拢无做过。反正呢，我也阁做真侪好的代志。上帝应该安那招想我，如果咱内心嘛这种的想法，咱会知影这一种骄傲，那呢代表咱也未真正食到上帝救恩的滋味，也是也未真正经历到上帝同在的平安。先知以赛亚时代，这个亚哈斯王虽然是尊贵的王，却无经历上帝同在的平安。所以当这个对敌伫安那来侵犯伊的国家的时，伊惊甲那心惊胆战。兄弟姊妹，人生不如意10有8九。请问，当咱拄着环境的艰难，是超过你所会当伫遐来掌握的时，你是毋是会当亲像先知以赛亚所讲的，我要倚靠
我要挖靠摇花，挖靠上帝也无惊，因为最摇花是我的气力，是我的时光，伊也真侪救我的。恁敢无即种的平安呢？这伫危机患难中间，神的以赛亚，伊亲身经历了上帝即种同在的平安，伊真做一个见证者，伊只甲只个互罪捆绑、惊吓死亡的人讲，恁要对救恩的水泉欢喜来抢水。以赛亚书10章30，遐姊妹，当迄日。在经历着上帝救恩的迄一日，咱必定对救恩的水泉欢喜来抢水。检查现在的你，检查也无有对救恩的水泉欢喜来抢水，总是将来你一定会欢喜来抢水，因为啦，上帝救恩已经准备好啊。等你经验到，你就必定要对救恩的水泉欢喜来抢水。迄时，要喙焦的灵要得到帮助，的心也要因为主的救恩伫遐来欢喜快乐。因为姊妹，领受救恩是一个人的代志，是你甲上帝中间的关系伫遐定心来建立。所以咱的灵若伫遐互拍通拍开，迄时救恩就要因为你来临到。不然，伫你的心上，也你基于其他的人的心上，你要真做因的祝福。以赛亚书12章4节，伊安尼讲到迄日，你要讲，就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将伊所行的报扬伫咧帮中，讲起伊的名已经受尊最悬。咱知影伫遮咧讲恁，即个恁。是指群体，是对一群的人讲话，重点是安那爱宣扬、爱传扬。所以将上帝伫咱心上所做的，伫安那即个奇妙作为，伫安那来传扬伫万百姓的中间，就那像即个蒙恩得救的即个约翰牛顿共样，将上帝伫心上的恩典，请做基业恩典，其恩典，这首的诗歌，因领做只个失丧的人，搁再一摆看见生命的亮光，有信心甲勇气来踏出这个黑暗，进入上帝救恩的喜乐中。以赛亚12章5节，伊遮讲，恁着唱歌学罗耶和华。因为伊所行的真显赫，愿即个代志传遍伫天下。确实，恁着学罗耶和华，因为伊所行的真显赫。上帝有偌水偌好咧，兄姊妹，咱睇即个月的读经，先讲读经本的进度，咱已经进入诗篇，即个读完啦。如果你若有跟对了即个进度伫遐咧进行，即句经文你一定常常会看见，就是啥物？就是伊的主爱永远永远伫地啊！因为恁着学罗耶和华，着称谢耶和华，伊本是好，伊的主爱永远伫地。即句你的主爱永远伫地。上帝主爱永远伫地，一直拢伫你的身躯边，拢伫你的身躯边，越听无离开，也无气散。毋管你有也是无感受到，伊的主爱永远伫地。所以这约翰牛顿，伊的老母伫约翰牛顿7岁时，伫遐离开世间，对待伊的信仰。都无受到真好的栽培，总是上帝主爱，却无离开伊。借着艰难的人生，这个经历甲磨练，过一摆将伊找倒转来。虽然伫咱人生道路的顶面，检测罪少，
一人会经历到亲像这亚牛顿遐尼大的冲击甲变动，总是牧师相信，咱无一个人，伊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少少拢有受过伤，拢捌流目屎，拢捌非常的受气过，也捌伫失望挫折，也是伫软弱失败中间伫遐行袂路，总是。咱在求主，咱的上帝拍开咱的目睭，必定相信上帝对你对我的人生有极其水搁好的计划。咱知影西门彼得伊捌3摆啊呐，毋认主，总是国外主敢有放杀伊？无放杀伊。3摆对伊讲：“你养饲我的羊。”这种的信任甲委托，互彼得真正成做坚固的石盘，建立基督的教会。前每努力的约翰牛顿，伊成做上帝奴仆了后咧，因努力献身伫即个废除奴隶制度的时光顶面，伊期待当弥补伊过去所做的毋对，所做的才会做。遐个姊妹，以赛先知讲，恁着唱歌学乐耶和华，因为伊所行的真显赫。恁相信上帝伫你的生命中的作为，拢是遮尔显赫，总是遮尔水，遮尔好嘛？我毋知你有相信无？你若有信，我相信你应该相信，因为无论顺境逆境，拢必定有上帝水个好的心意。你会当安尼坚信嘛？人拢知影，人生有2种的过法，一种是安那，是每一工你拢为着眼前的代志，无论好无论歹，我过去讲咧投资股票咧，起落落了，看到这样代志，足欢喜看到迄样代志安尼，对你的情绪安那受这的影响，悬加加，安那定下不安。总是活伫即个担忧、惊吓的中间。另外一种呢，就是我知影，我将来一定安那会真好，有相信无？就是我将来一定真好，因为安那，因为我的上帝必定有教业的恩典要互我，水个好的代志要伫我的身上伫遐来发生，所以我现在就要开始安那。来感恩，现在我的心态就安那，就来改变，这是非常的重要。遐个姊妹，咱做基督徒都爱活伫现在，总是咱的眼光爱看未来。咱虽然毋知影明仔载会怎样，全能的主，咱的上帝，伊掌握咱的明仔载。伊是水个好的上帝，咱的明仔载一定会更加好。虽然咱知影2021年、2022年，拢伫即个武汉肺炎，即个 COVID-19 这种威胁下面，我相信有真侪人诚侪会苦，实际上，咱有可能拢拄到遮个艰难，咱有可能拢毋知影要怎样来解决，咱也可能知影方法，总是安那。无力去解决，所以咱知影咱的上帝真奇妙。伫咱也无想到的时，忽然间这条路就安那就通啊！今仔日咱要迎接圣诞，真紧也要行过这个2022年。遐个姊妹，咱来用上帝眼光，看去上帝必定会用恩惠、慈爱来款待你。现在你都要。真正真欢喜的活着，伫你恩爱的上帝唱歌吟诗学乐，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以赛亚书12章第6节安尼讲：西安徛起的百姓，恁着出大欢喜的声，因为以色列的圣者伫恁的中间最大。以色列的圣者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咱的上帝，
伊也是想说咱会当伫遮来呼吸，会当来喘气，会当做坐，会当做下，会多精神，兄弟姊妹，你敢知影你所敬拜、所侍奉是这一位奇妙伟大的上帝吗？你敢有相信？你知无？我甲你讲，有真侪人讲毋知，为什么呢？伊还搁咧担忧，搁咧担心，这对咱的上帝无够个信心。你既然若知，咱所敬拜这位上帝是奇妙伟大的上帝，伊毋单单是全能的伟大，更加重要是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永无离开、无弃杀的听，伫安那，伫遐来听你，伫遐来亲你，伫安那，甲你包围住的。这伫听下耶稣基督降生甲降临的第3主日，咱伫遮搁再一摆来回想上帝恩典，咱更加爱喜乐的世间人来宣告，上帝救恩已经安那，已经临到啦。最后牧师要用奇妙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这位牧师因年老的时，一个小故事做结束。80几岁这个老约翰啦，已经变老约翰啦，约翰牛顿。牧师伊的目睭啊呐，我目睭啦，感觉刮张啦，感觉讲伊目睭吼，啊呐，愈来愈雾啊吼，所以伊若要讲道，拢后边爱徛一个人，老牧师讲道边爱徛一个人，为啥爱看啊？看无嘛，请伊甲看一个，提醒一个吼。内底咧讲信息，看袂清楚伊讲过下字，所以这个人伫边仔帮衬伊。某一个主日，伊连续讲2摆，耶稣基督是宝贵的。连续讲2摆，耶稣基督是宝贵的。啊，伊这甲写1摆嘛吼，啊，讲2摆，甲边仔看着讲，牧师啊，你已经讲2摆啊，会当讲搁下面经搁继续讲吼。伊马上回答讲。我虽然已经讲2摆啊，但是我抑阁是要讲。伊就伫遐大声喊我讲：耶稣基督是宝贵的，诶，即种奇妙恩典，互伊永永远远毋敢袂记哩。咱知影牛顿甲侪领导主义者，因伫遮努力下面，1807年，伫约翰牛顿过往前的几个月，英国的议会。最后用283票对16票压倒性啊呐通过废除奴隶的法案，对当英国成做一个废除奴隶制度的一个国家，比这个美国的这个林肯总统讨办俄罗的政策早几年，你敢知？30几年，到了20世纪，这首奇妙恩典，这首诗歌。既然真做非洲这后代，还是讲非洲这后代住伫美国的人真爱唱的一首诗歌。你看，主耶稣赦免了伊，连非洲黑人的后裔，也伫俄罗的诗歌中间赦免了伊。这上头约翰牛顿用另外一种方式挽回伊所犯落的罪过。伫82岁离开世间的以前，伊亲手写落伊家己的一个墓志铭，而这段文字也刻伫伊的墓碑的顶面，对伊的墓的顶面，简洁准确的总结了伊的一生。也讲，约翰牛顿神职人员，捌是一个毋信放荡者。是非洲奴隶的奴隶，借着救主耶稣基督丰盛怜悯的保守赦免，并被派去传扬，伊等于努力毁坏的信仰派去传扬，伊等于捌努力要毁坏的信仰。简单的一段话，兄弟姊妹。奇妙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经得赦免，前我失丧胆被找回，生命胆得着看见。
愿今日咱当通过这首诗歌，也将这我心目中的开力。面对咱人生的这条道路，虽然咱拢会拄着失望、挫折、艰难、危险，总是上帝必定让施恩拯救，伊必定让带领咱平安来度过。所以咱就安那，咱就爱三个来阿罗上帝，因为伊是咱的诗歌，是咱的拯救，请拍开咱的目睭，一定要相信。咱的明日一定咱比今仔日更加水、更加好，因为上帝的奇妙救恩已经已经临到伫咱每一人的中间。愿上帝恩典祝福满满伫咱的中间，也欢喜来宣告上帝奇妙恩典已经到伫咱中间。咱三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阮感谢你，我一摆对你的话三下施主。通过遐牛顿，通过奇妙恩典，这首诗歌，我搁来一摆受了感动。主可以借的手，肯定阮每一个人的心上，等阮伫阮的性命，等阮伫阮人生的路途，阮拄着侪艰难困难，也是阮无法度通行落去的时，主，阮知你要安慰阮，帮助阮，保守阮，激励阮，也通过。就是时光，更加当改变阮。阮真做一个完全新创造的人，为着你的名来高举，为着你的名来宣扬，更加认捌你、亲近你、晓悟你。阮来祈祷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的分享，愿听咱的主，每一个拢有丰盛的恩典，听充满咱。回应上帝的话，信息119首，旧信息303首，上帝的囝基督，请起立。在
奉献，请特首的执事带咱来奉献。请起立，咱来念第4节。慈悲疼阮的天父，阮感谢你，阮献上阮的感恩，照主你的旨意来成做一切圣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报告，伫咧报告的大心，咱今仔日有新的人客，咱请牧师来介绍。咱今日特别看见哈，咱拢毋捌看过哦。弘毅的先生啦哈，来，我们请弘毅来介绍一下。哎，那，哎，哎，什么大名？Ben。啊哈哈。啊。啊，志成。哦，自强，自成。哦，咱黎明的黎哈啊啊，黎明的黎，咱欢迎伊哈，来啊，黎志祥兄哈，咱欢迎伊。好。好，即摆我来报告，请兄弟先开咱的周报。报告的事项，第一项，咱邀请兄弟拢伫咧礼拜前参与到会前的这祈祷，请咱礼拜时拢爱专心来礼拜，手机啊就爱关静音哈。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3日主日。点到3支的紫色蜡烛是象征的宣告喜乐，邀请兄弟用坚定的信心陪伴听候主耶稣基督的过来。礼拜后有第2堂的华语礼拜，请服侍同工继续留来服侍。妇女团契伫咧4楼有聚会，主理是志成长老，内容是专题分享，欢迎。姊妹踊跃来参加。下晡1点，伫咧6楼有要召开定期的中职会，是有下半年事工的检讨，以及新年度事工的计划加研讨。请中职甲即个新的会长，也是旧的会长，拢爱伫伊参加哦。要订圣诞。到即个要送亲友的即个兄弟，请赶紧下班节来登记，今仔日就要截止啊！真感谢侪的兄弟昨昏有参加义林甲金龙的即个订婚的感恩礼拜，愿上帝祝福互即对的新人。第2点，
12月14礼拜三上午10点，伫个3楼教会有新眼光的查经班，欢迎来参加。第三项，12月18日下主日的中昼12点，抗日团契要伫个特香斋西餐厅要举行年终的聚餐感谢东港一年来的辛劳，若要参加的团契的契约，每一个人爱交200块，其他的是团契要补助，请阿班姐也来报名吼，嘛是同款，今仔日就来截止哦。下晡1点有圣诞彩排。请咱注意参加。第4项，邦桥国泰的病院有邀请，咱12月23日，就是拜五的暗时8点，要前往迄个因的院内去报佳音，要报佳音，请林牧师来报名。第5项，12月25日，就是主日。咱要举办庆祝圣诞的联合赞美礼拜，阁有今年度第6遍的即个圣礼典，有即个红鱼的宝宝离信点，即个小宝贝要修理洗礼哦。遮有爸爸是李志强，就是咱对遮欢迎的即个新弟兄吼。妈妈是红鱼。请备办心，咱来甲主工制度来纪念伊的疼。伫个会中，咱嘛有要颁发着有写圣经填充题的遮个鼓励奖，请有写好圣经填充题的兄弟，伫个下一个主日爱早来交吼。今年的圣诞节咱有无共款的安排？伫个2022年平安圣诞节系列活动，伫个12月24日7点，暗时7点，就要伫个教会4楼集合，要采接报佳音。要参加的会当迄个俊杰会长来报名。伫个12月25日迄个12点甲3点，伫个咱教会3楼要举办。心灵生命故事的音乐会，有备办有迄个餐点，阁有趣味活动加音乐的见证。共即个时间，伫个6楼嘛有迄个儿童欢乐圣诞节，嘛共款有备办着即个餐点，有故事，阁有手作，阁有游戏等等的活动。咱欢迎咱的兄弟姊妹邀请到咱的即个朋友到阵来参加，来体验基督的疼，甲咱三个弟弟。咱即摆嘛有伫个群组，就是有咧有伫个公布伫个咱的群组，会当踮遐来扫描来报名吼。第6项，本会定伫。2023年1月14日礼拜六，要伫个三峡大阪跟要举办的中职同工训练会，请中职同工备办心。咱第7项，是新年度2023年的家庭礼拜安排表，以及插花奉献，也是即个清洁的奉献，拢有搭伫后边的公布栏哦。请咱兄弟会当伫个一年中间，至少安排一届即个家庭礼拜，还是讲迄个家庭祭坛来领受祝福，嘛会当伫个迄个纪念结婚纪念日，也是感恩的日子，来为着咱的插花，也是清洁来做奉献。第8项是。中会青年曙光委员会有要举办日光少年营，这个时间是伫个2023年2月9号到12号，
地点是咧新竹圣经学院，欢迎即、个高中生，国中生还是高中生来参加。大专生会当做辅导，教会嘛是有补助。即、个周报内底的即个有新安宫的经文金句的导读，请兄弟来使用。即礼拜圣经填充题是以赛亚书12章第20到第60，嘛是诗篇阁有诗篇128篇到137篇。以上阮州的寿星是李宁小朋友，可能伫咧楼顶，毋过咱嘛由阮伫遮祝福伊生日快乐，愿上帝祝福日望阮得福哈。奉献的精神，请咱兄弟家己得意。下周的圣工的分摊以及聚会内容伫个后壁面，周报的后壁面嘛，请咱家己来得意。好咱即摆咱来读本周的金句。本周的金句，咱先看周报好无？好，金句来好，咱斗阵来读。伫迄日，恁要讲，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将伊所做报扬伫列邦中，讲起伊的名已经受尊最悬。以赛亚书12章4节，咱搁读一遍，请。伫迄日，恁要讲，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将伊所行的报扬伫列邦中，讲起伊的名已经受尊最悬。以赛亚书12章4节，代祷，咱请牧师带咱来代祷。咱即是起日，咱为着咱所关心、所需要代祷的人，还是咱代志，咱直接三个开声开始来祈祷。主啊，上帝，阮三个主持，主啊，在你听阮，也经选阮，但即是阮直接举出阮代祷的手，直接为着阮教会需要来祈祷，特别阮直接为着雷丁这的丈夫谢义哲，因为这段日子身躯病痛艰苦虽然。主劝你成立成就夫妻帮赞，安慰的手放伫雷真者的身上，帮赞的手、医治的手放伫义泽兄的身上。伫你的旨意中来行到这份拯救，主劝你特别怜悯伫雷真者的身上。劝你看过的手也甲苏芬三个弟弟，苏淑芬姊妹伊要到伫病院来治疗伊的肠胃的问题，做劝你成立成就医治帮赞夫妻，互伊也得到医治甲照顾，互伊的丈夫也得到安慰。做劝你特别成立成就夫妻帮赞，祝福的手放伫即个李信典的身上，当伊要领受即个洗礼，互伊伫伊的性命甲主相结连，伫父母好会带领因带。有好的宗教教育，伫上帝甲人听伊，永世代无尽。自照的手也放伫即个细囝的身上。阮兄弟姊妹的需要，阮本身的需要，阮常常伫你面前来求讨，特别阮教会的需要，主可以特别也伫我也为阮来备办。因阮常常为着做项事，阮伫遐对你求讨。主伫阮的心内，阮毋知阮所求的。是毋是有下伫你的旨意？所以阮知，只有伫上帝你本身，伫阮的生命中有改变，伫阮的生命中来领受到甲你相拄的欢喜甲快乐的时，阮相信，即个帮赞、即个医治、即个改变，要能够伫阮每一人的身上，不但伫阮的兄弟姊妹，特别伫阮的教会身上，主可你特别帮赞阮，互阮伫即个求讨的时。甲你来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
我若有罪，会当搁伫你面前来悔改认罪。我若有领受着恩典的，主肯会当互阮会当用感恩见证来分享你的救恩。阮搁来一摆将阮本身，阮所对你求讨的，完全恭敬奉献伫你的面前。特别，阮若为着即个世界，无论疫情，无论战争，无论遮天气的变化、天灾地变，临到伫阮的时，肯你会当甲阮相较伫地，帮赞、安慰、坚固阮对你的信，到伫永远。搁一摆将阮本身所对你求讨，以阮兄弟姊妹对你求讨的，完全恭敬摆在你面前，劝你听阮的祈祷，劝你伫你的旨意中应允伫阮所对你的求讨，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营新信诗396首。阿妹社会救主赐福，保我心中上快乐。大家敬亲爱扶助，我因阮对主靠我，对主靠我，对主靠我，因为同样主传路，也更欢迎对主信仰，纵观心去明明呀，今日万我换为修行，心给为主最严谨，最主严谨，最主严谨，无论何地最肯定，靠为稳定对阮最义，所修灵魂当愿意，我的信心救主帮赞，那不那在问我安，问点我安，问点我安，不能从我拢世间。接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三享受圣神的帮赞，对一碟甲咱敬爱姊妹三个地地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今仔日的聚会到这别倒闭会，请兄弟转去实践上帝的话。